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3章，这是我第3遍要去恁遐。圣经讲，无论过甚物，就有2个也是3个证人。对遐以前犯罪甲其他拢总的人，伫我第2遍访问的时，我有甲恁警告。现在我无伫恁遐，要搁一遍甲恁警告。后遍我去的时，我就袂宽容恁，因为恁所底找基督通过我讲话的证据，恁会得到。伊对待恁并毋是软弱，颠倒伫恁中间显出大能力。虽然伊因为软弱受钉死伫十字架，毋过依靠上帝的大能力得活。阮甲伊既然嘛变做软弱，毋过为着恁，阮靠上帝的大能力为甲伊做伙活。恁着省察家己，看有照信仰伫生活无？着考验家己。耶稣基督伫恁内面，恁家己一定知。考验若无通过，就免讲。我毋望恁知，阮考验拢有通过。阮祈求上帝，互恁袂做毋对。这毋是要表示阮考验有通过，是要互恁做对的代志。虽然阮互人看做考验无通过嘛无要紧，因为阮袂当做违背真理的代志，只有拥护真理。阮软弱，恁坚强，阮就欢喜。阮所祈求的是恁会当诚做完全，因为安尼，趁我无伫恁遐的时，写即张批，才免我去的时，用主互我的权柄严格对待恁。这个权柄是要建立，毋是要拆毁。兄弟姊妹，请保重，着追求完全，互相鼓励，着同心和睦相处。愿主慈爱甲平安的上帝甲恁同在，着亲切互相请安。所有的信徒拢要甲恁请安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团契，甲恁大家同在。